兄弟姊妹，大家平安。顶礼拜牧师有分享这听的智慧的第一讲，咱有提起到，咱听别人讲话爱注心听，爱回应，等等。但是对咱所有耶稣基督的门徒来讲，听上帝的话，明白伊的心意更加重要。这是需要咱做真用心的操练，所以牧师今日要甲大家来分享这个题目，希望大家拢会当真做听上帝的话，去照伊的话去行的人。免听受上帝的话，进前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你对阮讲有耳通听的就应当听，所以阮恳求主，你即时清去阮的心肝，清去阮的耳孔，清去阮的目睭，互阮会当听见，互阮会当看见你要互阮的指示，互阮也有信心照安尼去行，来得到祝福，来荣光你的名，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对圣经中间，咱会当发现，伫历史上，无论伫倒一个时刻，上帝拢对伊的百姓讲话。咱对圣经的第一本创世纪开始，伫爱甸乐园的时阵，这时阵人甲上帝无隔离，所以上帝亲自对亚当夏娃讲话。了到族长时代，咱嘛看见着上帝通过伊的话来引带这个族长。比如讲，咱伫圣经中间，咱看见着上帝叫亚伯兰离开伊的故乡甲亲族，到伊所指示伊的所在去。上帝嘛对伊讲，万民要因为伊来得到福气。所以上帝对因讲话，咱嘛看见着上帝对雅各讲，爱伊回去伊的故乡，引带伊去追求伊人生的目标。到摩西了后，就是律法时代。律法时代，上帝嘛一直透过无共款的方式对以色列百姓讲话。这记载实在是非常非常多。上帝对摩西讲话，对约书亚、对士师、对撒母耳、对真侪先知讲话，爱因将上帝的话传达予百姓知。伫智慧文学中间，譬如讲咱今日所读的箴言，箴言中间拢总出现41个听。这个字听，其中有真侪，拢甲今仔日所讲的这段经文，讲我的囝，你着听，着存智慧，通好伫正道顶面引带你的心。所以这听就是听啥？听上帝的话嘛，听上帝的话了后，咱就咱行伫上帝要互咱行的正道顶面。咱的心就得到引带，所以上帝一再咧对人讲话。到新约时代，就是耶稣来了的恩典时代，这时代上帝的话就更加明显。因为咱讲道加肉体，道就是啥物？道就是上帝的话嘛。上帝的话活变做一个人。就是耶稣基督，透过伊的讲话甲伊的行动，互咱更加明白上帝的心意，互咱听起上帝的声。然后，咱时常伫即个福音书中间一再听见着耶稣讲一句话，讲有耳通听，就应当听。这咧讲上帝的话嘛。
伫新约圣经中间也充满遐直接对上帝得到引带指示的故事。比如讲，上帝灵对彼得、对保罗、对使徒讲话，伫批信中间，保罗嘛一直表示讲，伊所写落来是来自上帝的启示。使徒约翰伊嘛清楚听见上帝的启示。所以，伫伊所写的启示录顶面有8遍，伊提起着讲，圣神对正教会所讲的话，既然有耳通听的，就应当听。所以，咱看见着伫历史历代中间，上帝一直咧对伊的百姓讲话，但是，对咱来讲，上个重要的是讲，上帝敢也个咧对咱即代的人讲话，伊敢也个咧对咱指示，咱今仔日所有伊的百姓，咱应该安怎行？这答案是肯定的。上帝当然也个对咱即代的人咧讲话，伊要帮助咱得到得胜的生活。安尼，上帝要安怎讲话？咱接续来看。咱首先爱知影一件代志，咱所敬拜的上帝，咱所认识的上帝，毋是一个恬恬的上帝，毋是一个无要讲话的上帝。上帝是意爱甲伊的囝儿甲查某囝沟通的上帝。啊，上帝要安怎讲话？当然，我绝对相信，上帝若要愿意。伊会当用咱耳孔会当听见的话对咱讲，但是大多数对上帝来引带是来自圣神伫咱的灵内底工作，有透过几种的方式。第一种就是透过咱的祈祷，咱透过祈祷中间，甲上帝的灵做沟通。耶稣捌清楚甲咱讲，圣神会成做咱的保惠师，互咱引带甲指示。咱应该伫祈祷中间求圣神内住伫咱心中的圣神，引带咱伫咱诚心的祈祷中间得到上帝的指示。这是第一项，透过祈祷。第二项，上界直接就是透过圣经。因为咱称圣经是上帝的话，是咱上会当直接听见的声音。祈祷如果若甲读圣经配合起来，是咱听上帝的声上介好的方式。所以咱会用真严肃谨慎的态度来查考上帝的话，用意就是透过读上帝的话来明白上帝的心意。所以为什么咱教会的牧师会开真侪精神，录迄个每日亮光，帮助大家会当伫读圣经中间更较明白上帝的话。所以这是意爱大家透过读圣经来了解上帝的话。第三项。就是透过敬拜，咱上界听见上帝的话的时阵，就是敬拜的时阵。就咱教会的礼拜是用上帝的话做中心，咱礼拜占上界大的部分，就是牧师传讲上帝的信息。所以伫敬拜的时阵，咱就爱拍开咱的心，拍开咱的心。为什么咱头前伫领受上帝话进前，咱会用吟诗，会用祈祷，会用启应，会请圣歌队带领咱敬拜上帝？意思就是爱咱准备好咱的心，然后牧师咧传讲上帝信息的时阵，大家心已经拍开，就真容易接受上帝的信息，上帝的话。当然，
上帝也有可能透过其他的方式，譬如讲异象、异梦，还是讲其他的人、代志，还是事物，你看到的、你感受到的，来对你讲话。所以上帝透过无共款的管道、无共款的方式对咱讲话。但是也有真侪人拢会感觉讲，要真正听见上帝的话，改成真困难。其实上较大的原因，就是在伫咱本身啊，毋是上帝无要对咱讲话哦，是咱本身无准备好。所以牧师要提供3项真重要的原则，帮助大家会当听上帝的话。第一项，咱要听上帝的话，就是爱将迄个环境，听上帝的话环境来准备好势。我会记起有一遍，我伫一个餐厅咧食饭，有人拍电话给我，伊要讲真侪代志，我著因为餐厅足吵的，在伫遐食饭，伫遐交谈足吵的，我根本都听无伊咧讲啥物话，所以我著来讲，歹势，你咧讲啥我拢听无，你敢袂当5分钟了才拍我，所以我电话来切掉。就去找一个较安静的所在，然后伊佫拍过来，我较知影伊咧对我讲啥物话，所以迄个环境会影响咱听有也听无。咱甲上帝咧讲话，要听上帝的话，嘛爱将迄个环境准备好势，一个适当的时间，一个适当的地点，甲上帝沟通，听上帝的话。所以我拢真正鼓励大家，咱回去了，爱伫咱的厝内底准备一个所在，咱会当来称作神圣的空间，你通用一块桌有真侪只金句伫头前，还是你通准备一寡灵修的册，一寡熟练的音乐，放伫边仔。迄个所在，就是你要甲上帝交陪的所在。你伫每一天选一个你精神上较好的时间，去到迄个所在，准备好迄个所在，准备要甲上帝沟通。比如讲，若伫教会内底有真侪所在，我感觉基督室就是一个真好的所在。咱即摆有推动这中保大道的事工，牧师嘛有参与。我伫每礼拜2的下晡3点到4点，我就会入去基督室内底。入去迄个所在，我就感觉有一个真特别的感觉。迄是一个真安静的所在，迄是我要甲上帝沟通的一个所在。所以伫遐，我就先敬拜，然后甲上帝祈祷，然后替别人祈祷。所以迄个。准备好迄个环境，对咱来讲是非常重要。所以牧师要鼓励大家，替家己准备即个环境。我要甲上帝交陪的所在，互咱会当专心、安静听上帝声的所在。除了准备环境以外，咱真重要的是准备咱的心灵。有时有真好的环境，比如讲咱即马即个所在是真好的环境，但是有时咱的心又搁咧想别位，有时咱的心受到其他代志的影响，可能甲人无拄好，即个时阵还搁咧想拄则的代志，你心一旦无专心，你就无可能甲上帝有好的沟通。圣经中间有一个故事，这咱拢真熟，就是耶稣去到一个家庭拜访，其中这个大姐马大，伊为着要接待耶稣，非常无闲，为着事务性的工作，圣经中间讲伊心里忙乱，心内真无闲，阁真乱。伊的小妹玛利亚。却是静静坐伫耶稣的脚前，伫遐
用刻薄的心听耶稣讲话。这两种拢是服侍哦，拢是服侍耶稣哦。一种是伫事务上、伫物质上要服侍耶稣；一种是伫心灵上服侍耶稣。马大就因为安尼埋怨，讲遐尼无用，为虾米我的小妹无要来帮忙我？但是耶稣讲，玛利亚得到迄个上介好的福分。这原因毋是讲事务上的代志、服务的工作无重要，毋是安尼。耶稣咧讲马大的问题是出伫啥？伊心内真乱，因为无用来感觉真乱，直到伊无法度去甲耶稣有真深的交陪。所以我过去有一个错误的看法，我认为为上帝认真工作是上介重要的。我捌甲别人分享讲我期待，别人认可我是一个真认真工作的人。我甚至我迄阵有甲阮牧师娘交代我若受主恩调了我的蒙牌顶面即摆无蒙牌啊，即摆有迄个骨灰坛顶面爱写讲，这是一个一世人真认真的人我有嘛讲对家己有这个期待啦所以我感觉我保持无用咧工作是真重要的所以大家拢知影我真爱上班迄个你若去问教会干事应该大家拢知影我做爱上班的就是讲有时，比如讲我拜三休困但是我拜三拢加减会走来教会来看头看尾一下我大概来有时文玉就讲你看即摆较来，我想讲你会再就来啊但我感觉讲无用即件代志对我来讲是真重要的啦嘛是互家己感觉得到肯定的一种真重要的一个特质。但是后来我有去体验到，上帝可能无完全欢喜即款的方式的服侍，因为我伫一段经文中间安尼听到，讲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安尼讲：恁得救在伫归回安息，恁得到快乐在伫平静安稳，恁竟然毋听。就是一些人上过头无用，无用到哪，袂去去想要安息伫主耶稣，安息伫上帝的内面，对安尼来得到快乐，有快乐才会当做真实的服侍。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毋通掠做无用，就是一个认真的态度。其实效率，有人讲效率就是爱安怎，爱有力就讲你伫归回安息了，得到快乐了，所做出来，才会当产生效果。所以，咱应该爱将迄个神圣的空间布置起来，固定的时刻，准备好咱的心灵，要甲主交陪，听主的声音。安尼自然而然，你会当感受到主要对你讲话，了解伊爱你安怎行。这对咱来讲是非常重要。最后一项，就是咱咧听上帝话的时阵，有时咱会产生一种特别的感动。咱想要有一寡行动，但是咱可会犹豫讲：我听到的到底敢是上帝的声？有时咱感觉讲，上帝开始意爱我去做一件什么代志，
但是咱无肯定。伫拄则咱所听的、所读的经文的第2段，这是耶稣所讲的一个譬如，伊咧讲牧者甲羊群的关系。咱知影，你去问迄个动物的专家吼，伊拢会认为讲羊吼，毋是一种真聪明的动物啦。羊的智慧无真悬，吼。但是吼，连迄个智慧无真悬的羊，伊都会晓分别迄个声音，分别迄个主人甲毋是主人，甲青云人中间声音会无共。主人会用特别的声音，甚至伊会将每一只伊所照顾的羊拢号名，然后叫因的名。啊，这羊听见着主人咧叫因的名，伊就对这个主人行，因为伊知对伊的主人行，伊就当去甲饲水的草埔食好的草，得到保护，得到照顾。啊，若对毋着声，对毋着人，就可能去互贼掠去，向骂去，向害，向杀，丧失家己的性命。所以羊伊会真细腻去听伊主人的声，然后对迄个声去行。咱咧敲出上帝声的过程中间，咱嘛爱做即款的准备，爱分别到底即个声敢是真正来自上帝。有时是咱家己的声，咱家己意爱安尼做，虽然讲这决定是上帝要爱我做的。有时甚至是魔鬼撒旦的声，所以常常有人会问牧师这个问题：，阮伫祈祷的过程中间，读圣经的过程中间，体验到某一寡代志，好亲像上帝咧对阮讲话，我要分别讲这到底敢是上帝的意思，还是家己的想象？所以牧师提供以下几项建议。互大家学习来分别上帝的声。第一项，爱对圣经来验证。咱来理解上帝带领的原则，是袂违背圣经的价值，是甲圣经一致的。简单讲，就是上帝的声一定袂违背上帝的话的价值，伊的声袂甲伊的话无共款。这互咱两个提醒。第一项就是讲，咱若感受到这是上帝的声，咱才等在圣经中间去验证。如果伊甲圣经的原则符合的时阵，安尼这个声就来自上帝的声。如果若违背的时阵，当然就绝对毋是上帝的声。第二项，咱毋通讲听到一个。咱感受到一个上帝的声，咱较去现圣经讲到底敢有这个原则？咱应该爱长期来研读圣经，来建立一个基本的信仰价值。安尼，当咱感受到这个声的时阵，咱就真容易了解讲这个声到底有违背圣经的原则。这帮助咱对圣经去验证。这个是上帝的声。第二项，如果伊是上帝的声，咱若去实行，的确充满平安。上帝亲自对指示，一定会带来种深刻的平安伫你的心中，互你充满喜乐。圣经安尼讲，我听上帝所讲的话，如果咱无去行愚妄的道路，伊要将平安赏赐互伊的百姓。所以上帝的信息的确为你带来正确的指示，互你带来无比的平安。而且咱有爱分别迄个贼心啦吼，有时上帝话会责备咱的，咱若行毋对的时阵，上帝责备咱，安尼即个毋是无平安吼。上帝平安是一种特别的感受，就是讲，你的感受就讲，迄是一种真安稳自在，
你照即个话去行的时阵，你会感觉无任何负担，而且会感觉这是上帝真正的引传。所以是种持续的状况，毋是暂时的。第三，真重要就是讲，如果咱若照安尼去行，伊会结出果子。圣经中间讲，独独喜爱耶和华律法，你敢袂思想的，这人的确有福气。伊会亲像一丛树在离溪水边，照时结果子，树叶也无孤大，伊所做的拢顺利。所以最后一种验证的方式就是，如果这体验是来自上帝的话，你一旦遵行，你会离开邪恶，而且结出丰盛的果子。最后，牧师要甲大家讲，就是耶稣要安尼应允，伊讲看，我徛伫门外拍门，然后听见我的声就开门的，我就要进入伊遐，我甲伊甲我做伙坐倒。咱等下要领受圣餐，耶稣基督要透过伊的话来帮助咱。伊要伫咱的心门外拍门，咱听见伊的声，将咱的心门拍开的，上帝灵进入咱的心肝，上帝话进入咱的心肝，咱就当得到伊的指示，行出伊爱咱行的正路。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我感谢你，你透过你的话来帮助阮。互阮会当更较明白你的心意，求主亲自对阮讲话，引带阮头前的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